今日咧係好日子，我哋紅濟社區互助會3週年嘅慶典啊，得到5分局嘅大力嘅支持。今日咧，我哋咧遊行嘅隊伍啊，打鑼打鼓，鼓醒獅開路啊，一路過餐館啊，開嗰個慶祝晚會啊！多謝晒大家啊 ！Thank you， 好，響鼓。紅濟社區互助會3週年慶典，現在開始，我哋而家醒獅助慶，起鼓！
晚會依此，首先由年青一代及會員代表與全體嘉賓一起齊唱美國國歌，表達對自由、平等與多元精神的認同。同時，這一莊嚴的儀式也寓意着新老一代薪火相傳，在融入主流社會的同時，團結互助、守望相助，共同為社區的和諧發展與未來傳承凝聚力量。Alright, you guys ready for some noise? 大家想唔想有啲重話嘅聲音啊？ We're coming up to do the lion dance. 我哋嘅舞獅開始。隨後，同濟社區互助會一班由女隊員組成的醒獅隊進行精彩的醒獅彩青儀式。醒獅彩青寓意彩結吉祥，象徵着在新的一年裏去舊迎新，鴻運當頭。青代表生機與希望，彩則寄託着對事業興旺、社區昌盛、會務蒸蒸日上的美好祝願。有女隊員擔綱醒獅表演，更彰顯了同濟社區互助會薪火相傳、包容進步、巾幗不讓須眉的精神風貌，為晚會揭開吉祥、奮進與團結的序幕。Don't go too far away, because right now I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Kiwanis Board of Directors to the stage, along with Chairman Sherman Eng, who will deliver his welcome remarks. I'm really waiting for my board to come up to the stage. Before I say a welcoming remark. 請同濟社區互助會嘅董事局成員上台。同濟社區互助會董事長伍文瑞響致辭中表示，互助會成立源於彼此關懷、守望相助的共同信念。自2022年在疫情及反亞裔仇恨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啟動社區巡邏行動以來，隊伍由最初7人發展至約120人，體現了社區對互助會的信任與支持。他感謝市警5分局長期提供指導，並表示未來將在安全可行的前提下，逐步由徒步巡邏拓展至車輛巡邏，覆蓋更廣闊的華埠。同濟社區互助會嘅成立，源於一個簡單嘅信念：當人們彼此關懷、互相照應時，社區才會更加強大。我哋嘅義工以關懷與尊重態度嚟服務，我們深信每一份行動所付出嘅堅持係好重要嘅。我要感謝從一開始就支持我哋嘅朋友，今晚嘅活動離唔開贊助商、朋友同埋支持嘅幫助，達到有今日嘅成就。我好感謝董事局成員同領導同我貢獻。我哋好期待繼續履行呢個關懷社區嘅承諾。感謝大家一路以嚟，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咁多謝，好多謝伍文瑞董事長。會長羅積亞表示，互助會通過巡邏、文化活動、合唱團及培訓課程，保護社區家庭、長者、兒童及商戶，促進社區繁榮。許多會員為第一代移民，通過參與市民培訓、急救課程及協助社區事務，增強了公民意識與歸屬感。同時，互助會亦通過成立同濟青年會，積極培養青年人才。我代表本會歡迎同埋感謝你哋嘅來臨，同埋支持我們。
首先呢，我想介紹下我哋國際同濟會。我哋係一個致力於改善全球兒童同社區生活全球性嘅組織。我哋喺1915年成立，到而家咧已經係有110年嘅歷史。我哋而家發展到而家咧係有60萬個會員喺全世界80多個國家，仲有擁有8000個分會。喺紐約，我哋好自豪咁擁有着接近300個分會。副會長伍卓盛指出，互助會在警方指導下，長期堅持日夜兩班義工巡邏服務，協助警方發揮社區眼睛和耳朵的作用，並為遊客提供免費問路及社區介紹服務。無論寒暑風雨，義工始終堅守崗位，展現高度責任感與奉獻精神。他並感謝布碌倫民安隊、社區居民及紐約各僑團的長期支持。我哋嘅口號咧，一定要堅持、堅持、堅持，佢能夠勝利啊 ！OK， 咁咧我哋互助會咧成長到今日，係離不開每一會出錢出力嘅伙伴們嘅支持，係離不開布碌倫民安隊嘅配合同埋指導，離不開我哋社區嘅市民嘅參與，離不開紐約僑團嘅支持。出席我哋今晚嘅僑團咧，有安陽工商總會、葉姓工會、紅門志工堂、中華總商會、美士分公所、沖歐紅一會、華人體育會、廣東僑胞總會咁咧我哋咧要非常之多謝阿彭哥同阿彭嫂、阿全哥同全嫂。佢哋咧都好樂意嚟參加我哋今日嘅宴會。咁咧多謝咧我哋多謝呢各僑團嘅總理元老同埋主席講咧我一介紹啦我哋咧呢邊都係帶來今日嘅我哋嘅生機同埋個活力。多謝咧阿瑪麗娜，所有嘅我哋每一包嘅食品咧都係阿瑪麗娜送嘅。咁咧我哋咧要多謝今日呢嘅重辦紐約發展公司同埋賣樓護理公司阿威哥贊助個名具嘅抽獎我哋更加多謝咧阿馬榮學董事贊助全場嘅紅酒如果唔夠咧，你叫佢攞得㗎啦，好多好，最後祝大家新嘅一年身體健康，心想事成，馬年馬到成功。多謝大家，好多謝伍先生。多位民選官員出席並致辭，包括州參議員陳學禮、州眾議員李榮恩、州眾議員鄭永佳、市議員馬泰，以及國會議員高德曼辦公室代表等。官員們高度肯定咗同濟社區互助會3年多來持續深耕社區，在維護懷埠治安、促進鄰里互助、關懷弱勢群體及增強社區凝聚力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並向互助會頒發獎狀。出席活動的市警5分局局長林偉斌、市警5分局前局長、現任曼哈頓南區勤務指揮中心督察陳濤。僑團包括安良工商總會、美洲協聖公會、紅門志工堂、中華總商會、理事總分公所、49同鄉會、美國涌柳同鄉總會、紐約華體會、美國廣東僑胞聯合總會等。他們的到來為晚會增添了熱烈而和諧的氛圍，計有近400位僑團領袖、嘉賓及會員出席晚會。大會向多位社區傑出人士頒獎，陳濤獲頒社區守護領袖獎，表彰其在維護懷埠治安方面的卓越貢獻。重拍紐約發展公司董事兼秘書馬永國先生獲頒社區愛心服務獎，感謝他長期義務指導合唱團並參與慈善籌款活動。大會同時向白金贊助機構重拍紐約發展公司、金贊助人陳恩迪、銀贊助機構 UA3 社區優先食品救濟站及14家同贊助機構頒發獎杯與獎牌。隨後，伍文瑞董事長、羅積亞會長及伍卓盛副會長為服務社區超過100小時的義工頒發社區守護奉獻獎，肯定他們無私奉獻和默默付出的精神。向會員黃清華頒優秀貢獻獎，
表彰其在推動會務發展與社區建設方面的突出表現。互助會各位董事及好友均出席活動。抽獎活動得到萬有護理公司、松柏紐約發展公司、司及 Maria Wong 女士提供豐富獎品。晚會期間穿插印度舞表演，展現多元文化交融的社區特色活動，在溫馨熱烈氣氛中圓滿結束。